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逐讲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朱姨啦。今仔日咱要来讲拜拜会用到的物件，就是金纸。金纸汉字写作金纸，罗马字写作高音金，纸画纸。金第一条，纸第二条。金纸是纸钱顶面有搭金箔仔的，主要是用来拜神明的。那纸钱顶面搭金箔仔是金纸，主要是用来拜好兄弟，也是拜祖先的。另外，嘛有一寡金纸会使烧予祖先，不过爱等祖先过身满3年了后才会动哦。咱拜拜时，较常用的金纸有几种，像天公金是上高级的金纸，会使烧予玉皇大帝；寿金是用来烧予妈祖、关圣帝君这级的神明，常常用伫神明生的时阵。四方金嘛叫做挂金，是上通用的金纸；福金就是福地正神金。专门用来拜土地公，嘛叫做土地公金。拜拜另外爱准备的是生礼、菜碗甲素果。生礼有分3升甲5升，一般3升是用大块猪肉做中央，规尾鱼啊甲规只鸡做双平。猪肉是上主要的生礼，有一句热气仔话讲：猪八戒拜天公，家己杀家己。讲拜天公一定爱用生礼，所以猪八戒拜天公就是家己杀家己，家己人互相相答的意思。菜碗就是煮好的菜，通常爱用大碗来底，所以叫做菜碗。一般会准备6碗还是12碗。四果嘛有人讲是5果，这数字唔是讲爱用几种果子落去拜。伊是素食果子的意思，不过有一寡果子无适合摕来拜拜哦，像石茄的形生做像佛祖的头，那摕来拜拜对神明不敬，就较无适合。有一句俗语讲：先过北斗，才过佛祖，意思是咱做人爱先维持家己的生活，饭有食饱。再来想要传什么好料来敬拜神明，例如金纸、银纸、天公金、寿金、挂金、福金。猪八戒拜天公，家己杀家己，先过北斗，才过佛祖。熟悉各种金纸的用途，安尼以后大家就知影爱安怎拜啊。今仔日逐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